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哩。好朋友台湾话唔那艺术，阁真趣味。咱来讲国情捌一摆伫外台看人播的戏，翁仔压出来头一个，这是乌皇济祭祖。翁仔压出来尔边仔撩落就入来啊。第二天翁仔呢摇摇摆摆，结果吼讲来报啊，祭祖吧，祭祖吧，讲话啼啼吐吐，大气喘。意思讲有要紧的代志，祭祖先干的，袂讲你一句讲都袂晓话。这句话吼，社会上咧流传，颠倒边讲的，咱嘛知啦。咱嘛知讲事实，你若要正确讲是讲一句话都袂晓讲，毋过甲颠倒头边讲，煞流传了较快呢。啊，甚至有个人真功夫，毋是干那点句尔，阁会接袂句，一句讲都袂晓话。有人接讲吼，想要抬王爷拜家。咱知影事实，若要正确讲是讲抬家拜王爷，请王爷才一个生礼切操咧。即马颠倒边讲，就是为着要斗句，一句讲都袂晓话，话要斗抬王爷拜家的家，安尼互你愈好记。结果祭祖干的尔，到底什么代志？了落才讲，迄先报的迄样啊，佮讲外口，咱哦白水祭祖来伫咧麻镇，讲要甲你烧台，伊是讲啊啦。讲哦，毋是你死，便是你亡。哇，这句吼，这句我那笑亏啦。事实，若真正大家对大家咧对阵，互相伫咧烧台。照起讲讲是讲，毋是你死，便是我亡。因为讲白嘛，今日吼总是爱有一个抬较长气嘛。写军令状，生死决担遮嘛。结果毋是啦，迄天我叫咧讲吼，毋是你死，便是你亡。意思讲你有代志，我无代志就对啊啦吼。所以即个天我叫安尼一个讲尔，我祭祖佮干咩？干咩讲？毋通将外口人来骂阵的话是则搬入来啦。你着要头壳小想一下。我甲你讲，讲你是爱我好啦吼。咱知影头拄啊，国正咧讲毋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安尼合作正确。但是咬讲笑的人，甲我改做你，变做毋是你死，便是你亡。即摆下骹即句，讲你是爱你好，照起讲，我甲你讲就是爱你好，你爱加伤悬。结果吼，较结骨的人，甲你改做我，变做讲你是爱我好啦。我讲你毋是为着你，是为着我家己啦。当然无人安尼啦，这是咧顶笑的啦。国正今日是照报的戏的剧情，从社会上咱常常咧听到，毋是干那我骗的哦，真正世界拢有在听。台语上解结骨，上解趣味，甚至讲这原来真艺术的话，拢从倾斗阵讲出来，互朋友做参考，听笑开，互相研究。